老天师，介绍一下。啊，赵丹平见过李前辈。青瓷学士赵丹平赵道长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京城待得不顺心？李剑神当年一剑震天下，肆意洒脱，叫人神往。却不知，如今怎么成了北凉的护卫了？你是我儿子啊？既然不是我儿子，如今我想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哈哈，您说的也是啊。大黄庭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姓大，我姓徐，徐凤年。这真气也是难得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恐怕再也见不到了。赵道长这是要瞎？我可以不要你的性命，只要削去你这一身大黄庭，之后就可以放你下山。老天师，这是你们龙虎山的意思？掌门并未下令。赵丹平，你不可一意孤行啊！掌门闭关，些许小事，我来做主。我觉着不行。李前辈，这里可是龙虎山。刚才我在门口想明白了一件事，然后跟这小子打了个赌，我得看他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所以你不能动他。可你现在连剑都没有。谁说的？怎么了？李成刚重入陆地剑仙之境。陆地剑仙？他不是境界大跌了吗？不是连天象都不到了吗？怎么会成了陆地剑仙？剑神啊！不用把徐凤年再引过来了。若此刻与李成刚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总要换条命走。晚辈明白。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。武帝城。王先生曾经折断李成刚佩剑木马牛，如今李成刚重入剑仙境，到了武帝城，怕是要和王先生再战一场。到时徐凤年身边可没第二个剑神了。李剑神。
登临剑仙之境，可喜可贺。龙虎山从未想为难世子，今日之事，误会而已。你是哪个？出来说话！贫道赵丹霞，正在闭关，不便现身。原来是新一任的龙虎山掌门。误会。前辈，贫道只是好奇剑神如今的境界，才稍作试探，还望前辈见谅。你是龙虎四天师之一，虚名而已。这一代的天师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前辈谬赞。那我们走了。前辈，请便。走了，下山。老天师，好好照顾我弟弟，别欺负他，我脾气大。走了。前辈，还是把剑留下吧。您瞪着我干什么呀？这可不像你呀！这怎么不像我呀？按照你的脾气，就算他李淳罡重入陆地神仙之境，你也不会轻易的认输收手吧？张居禄让我动手，人家是当朝宰辅，没点场面，怎么交代呀？你真的就做个样子给他们看？不然呢？就像你说的，徐凤年要是出了事儿，北凉可不会罢休啊！我的剑在那儿。我先告辞。没人追过来。高手就得往前走，别回头，回头没气势。前辈您可以啊，重归陆地神仙之境了。这王仙芝也不过是天象境，那您现在是天下第一了。境界是境界，能打归能打。一品高手4境界，金刚指玄天象，外加陆地神仙。真要是动起手来，比的还是武学成就。生死之战，陆地神仙也未必能赢得过前3种，尤其是王仙芝啊，绝不能以境界论高低。那境界还有什么用啊？心境不同，领悟也不同，往前走的路自然也不同。走什么路？现在当然是下山的路了。那行，那不聊王仙芝，那里面呢？您刚才出剑，能不能平趟龙虎山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龙虎山与那两禅寺南北对峙1000年，那是什么样的底蕴？天知道还藏了多少老家伙啊！小子，你要明白啊，这高手过招跟野牛打架是一个道理。什么野牛？野牛力大无穷，牛角尖锐，可互相之间打架，大部分就撞个2下，差不多分个高低，也就得了。您直接说刚才出剑是唬人呗。天天生死斗，江湖上还能活下几个人呢？前辈，您都陆地神仙了，说话能不能带点仙气儿？能啊！这高手过招跟仙野牛打架其实是一个道理。行，道理我都领悟了，您别说了，听不下去。师叔，
殿前试探，出乎意料，李重刚已重回陆地神仙之境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想杀徐凤年？徐凤年不死，吾当必将崛起。不过呢，他绝不能死在龙虎山，也不能让人觉得跟龙虎山有一点关系。徐骁的怒火，我们不切。天大的麻烦都扔在我头上。祖师功法通玄，形态重回少年，天下恐怕再也无人能认出您的身份。逼我下山。祖师，龙虎山未来百年气运，只能托付祖师。祖师，要是不麻烦，不如再多杀一个。还有谁？皇族那个私生子，赵凯。武帝城不是这边啊。你去武帝城有事？刚才钓鱼那前辈不是让我们去武帝城吗？要杀徐凤年，不是非要去武帝城的，关键就是一个李淳刚。你等等，钓鱼前辈说不杀他。轩辕家压箱底的绝学，哪里来的？我说过要给你绝学，说过的话怎能不算？老前辈不想杀徐凤年，是怕天下大乱，战事再起。你不怕？怕。可天下不乱，我怎么寻出路？我没有出路，怎么给你前程？袁庭山，你一辈子求的是个机会，可你要明白，不翻天覆地，哪来的改命之机呀？你若怕了，现在可以走。怎么够李淳刚那一关？我们等个朋友。等谁？谁能应付剑神？来了。他追杀过我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凭什么？白帝抱朴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你出手。从你的身法掌法看，应该是南疆一脉。南疆武者，求诡多变，但若没有白帝抱朴诀，自刀兵中求本真，最后都会走火入魔的，对吗？不管你是想开宗立派也好，传承师门也罢，都避不开它。我可以给你。你们两个以后不准再乱跑了，特别是你，听到没有？小王爷，你有事？奉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向小王爷请罪。末将想继续护送世子前行。你本来就该送啊。末将本是来跟随小王爷的。跟随我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
骁勇无双，末将本以为世子无能，所以觉得决心护住小王爷接掌北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经过这一路以来，我觉得什么？我觉得世子或为明主。那很好啊，北凉本来就是我哥的，谁也不许抢。小王爷，就算我也不行。不用你对徐凤年出手的，不会让你为难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想见见李成刚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黄满儿就托付给老天师了。自家徒儿天下第一金贵，世子就放心吧。就凭老天师这句话，不论将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为龙虎留一线生机。哥，每棵树都爬了，这些最爽。哎呀，哥，山楂掉了，山楂掉了！哎，怎么没见到舒修？他没上船吗？没他。这不在这呢吗？你去哪儿了？闲逛啊。哎，看见魏前辈了吗？没见着。奇怪，他应该是没上船。或许找个地方睡觉去了吧。那我找人找一下。不用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山楂好吃。你等等。金刚给你。可是他离开姐姐，会孤单吧？是家人就会重聚，好好保护他，等你回家。嗯。杀徐凤年和赵凯的事儿，掌门知道吗？掌门闭关了。你胆子不小啊！辛苦祖师了。不辛苦，我也是求生。瞧着我返老还童，其实内里已油尽灯枯，死去不远了。祖师，怎会如此啊？要活下去，就只能飞升为仙。李淳刚和王献之若有一战，便是人间决定，或许便能借机敲开天门，寻得一线生机。祝祖师寻到飞升之路。我去也。祖师，您是打算暗中跟随吗？我打算上船，跟徐凤年一路同行，
可是，怎么才能混上徐凤年的船呢？不要脸呗！你没留下。起来吧。北凉人有军礼，不下跪。世子，是我愚钝，你才是北凉的未来。等我先活着回北凉再说吧。世子，前方有船。好像也是轩辕家的船。我有事情跟这小子聊聊，你们都回仓房休息去啊，去。出来吧。事先说好的，我离开龙虎山，就是你西行之时。我记得。那就是你的船，江上换船，不会被人瞧见。嗯，挺好的。黎阳立国以来，蜀地混乱不堪，汉军马匪蜂拥四起。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年前往蜀地躲藏的楚人老兵。我知道。就算你是公主，要收服这些人到你的麾下，也并不容易。楚国皇室当年的情分，到现在怕是已经磨灭殆尽了。有其赵叔叔。曹长青怕是不能日夜守在你身边，你自己小心。嗯。
你要的第2艘船还有信鸽。魏舒阳跟我说了，信鸽就在货舱，若要传讯，记得多放几只，免得路上意外。行船的都是老手，只知道去西蜀，不知道他的身份。多谢。不用说谢，是辉山欠你的。接下来的事，我等你信鸽。听说令堂也过世了。他陪我爹去了。他们俩，我这辈子都没看懂。简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回山了。将来若是辉山有难，轩辕家可以来北凉避难。他和刚见面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是改变人。我该过去了。老头儿，我走了。回头上西蜀找你。做什么？收徒。你不是都有他了吗？这小子用刀，你更适合接我剑道。再说吧，没想好吧？不急。天下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没有想过会有机会重拾公主身份。启照叔叔，我们出发吧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是话还没说完呢。什么话还没有说完？他想怎样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给你的。你怎么把这个给我了？送你的。你疯了！这可是你娘的配件啊！曹先生，要不然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他们这一别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
拿着。说好了，读书给钱。都好几天没读了。定金我定下次的。下次天知道什么时候？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先定着。我现在是公主了，价要涨。翻倍，1字2文。那可以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徐凤年？哪有这种事啊？毛快被勒死了。曹先生，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。殿下，该启程了。知道了。曹先生，可否请您帮个忙？说说看。你们这次西行，路上可否造些声势出来，让人知道我和殿下一去西西处？就这意思。可以，也好让人准备接驾。多谢，那就祝各位一路顺风。徐凤年，有没有想到结果？什么结果？你是北凉世子，宿命便是镇守天下。殿下此去，收拢旧部，终究要回西楚。你们若再相见，怕是兵戎相见，这就是你们的结果。不会的，曹先生。我徐凤年从来不走别人规定好的路，真到了那一天，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两全，这2字很难。事在人为。那我就等着看。你走吧。猫也带着啊。你别跟我废话了，有话跟殿下说啊。都说完了，剩下的等再重逢。下次1字2文。好，说定了。就说这么几句，他都把他娘留给他的佩剑送给你了，你也没个表示。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下次1字2文。说定了。
若是传讯回北凉，应该还拦得下。北爷爷，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世子舍得就好。有舍才有得，有离别才会有重逢。人一走，话都开始酸了。我这是有感而发。你头上那是什么？头发。头发上边。哦，给你的。神符。将军临行前要我将神符转赠于你。这可是西楚传国之人，你不是也把大梁龙雀送给他了吗？一个赠神符，一个送大梁龙雀，你们这一个个的全是败家子，哎。世子，下一站往何处啊？上阴学宫。不去武帝城等徐凤年吗？他下一站是上阴学宫，他这一路江南见徐知虎，龙虎见徐龙象，你说他下一站是不是该去见见我媳妇？你媳妇是谁啊？徐渭雄啊，徐凤年的二姐。你是他姐夫，那你还杀他？他不知道。徐凤年不知道你是他姐夫，知道的人少。他姐没跟他说？他姐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什么叫他姐也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他姐也不知道自己是我媳妇儿。这算讹人吧？迟早的事。徐渭雄这样的奇女子，就是我的唯一良配。那你还杀他弟弟？杀徐凤年，北凉才会乱。北凉乱了，我才能趁乱而起，到时候我才有资格去徐渭雄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为徐渭雄杀的徐凤年。我现在还真想看看，怎样的奇女子能和你是天生两配。你看，这是在搞什么呀？我娘说，咱们认识时，爹是马大将军，横扫天下门阀，一切都是孽缘啊！但他并不后悔。大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大哥！你说徐骁是你生父？我也不敢相信，找上大哥就是同回北凉，我可真像。之前怎么不问啊？之前我娘一直不愿我把我爹的身份告诉我。那现在怎么肯说了？重病不治，临终前才说的。人没了？这还传着呢。就刚过世？才来的。
这么巧啊！苏修，没有功夫。大哥要是不让我去北凉，我不去就是了。不用打我。叫什么名字？龙宇轩。大哥叫我小虫就行。姓龙。跟我娘的姓。帮他收拾个房间吧。多谢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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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安排。多谢姐姐，姐姐力气好大。少废话，跟我来。多谢大哥。多谢大哥。先看看他上了船会做些什么吧。舒姐姐不仅武功好，人也好，还长得漂亮。我要是能拜姐姐为师，哪怕是做梦都要笑起。那我陪你吧。青瑶姐姐，风大，要不我替你拿枪？你把枪给我吧。不用了。那我陪你站会儿。大哥累吗？我给大哥揉个肩。不用。我还能敲腿。你还会什么？我会烧几个小菜，大哥钓了鱼我能打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娘说年轻小伙子屁股上能烙饼，晚上我能先替大哥把被捂熟了，再让大哥进去睡。然后被窝里留俩饼。不是，那就是句俗话。那苹果我就吃了。这小子爱聊天啊，这几天船上是个人都混熟了。您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怎么会知道你的船从哪过啊？前辈看得准啊，太巧了。那你还让他上船？把人留在身边，总比藏在暗处好。再看看吧。前辈，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。你麻烦我还少吗？有什么事？马上到上阴学宫了，我想着其他人就不下船了，您得陪我走一趟。带群刺客？我二姐在，她眼里边我这江湖行怕是胡闹。你怕你二姐？不是我怕，全家都怕。您在边上估计能好点，好歹是个剑神，能给点面子。他在家打人啊？不是打人，是那种气场。对了，您见了他，千万别在他面前提二姐这俩字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，显得他被大姐比下去了。深沉有什么可比的？他这个人要强啊，连时光都要争一争。有了，烤了。
那就是我姐，前辈记住了，别叫二姐，别提江宁。姐，哎，徐渭雄见过李先生，龙虎山一声剑来，振聋发聩。这事儿你都知道了，传这么快呢？这一路多谢先生护持。剑不错。这柄红螭就是为了送给先生。不用，姐，我那儿不缺剑，你的剑自己收好。晚辈只会剑术，不通剑道，这剑在我手里只是明珠暗投。剑是不错，养剑的功夫也足，只会剑术，过谦了吧？龙虎之后有剑无剑，对我都是一样的。徐渭雄，你这个做二姐的也别试探我。我答应过徐骁，让这小子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回北凉，就算在武帝城，这话也算。谢过李先生千金一诺。听说你欺负过江丫头？有这回事？瞧不上她？自古以来，婆媳姑嫂多不和，不见得那些婆婆嫂子都是恶人，无非是让女子记得自家夫君的好。江母走得早，这恶人只好我来当。这么说，你也觉得江丫头跟这小子能成一对？就他们俩，猪都能看得出。行，我本来打算替江丫头出气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没法动手了。不过话还是得说，徐渭雄，你资质不错，但还是比不过江丫头。听见了吧？这话跟你说呢。江宁剑道高低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将来富冈不振的又不是我。你这丫头倒是有趣啊！徐骁有你们这些儿女，真是他的福气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？知道我们要来？现在全天下谁不知道你的行踪？哪有那么招摇？有什么话，到我住处再谈。前辈，李先生，我和徐凤年有些家事商谈，你要是想听，没人拦得住你。那我就不去了。你这就不去？还是别去了。走。哎，神符借我用用。哎。今儿人这么少。今日是3年1度的学识考核，大家都不在学宫。考核不在学宫？像我这一批，今日该考堪舆，要去地费山，考究望气象地，点穴寻龙。你怎么没去？我不用考。为什么？教这一门的王继久，他跟我比过望气术，输了3次给我，之后这一门就不用再考了。你把老师给赢了？他拜我为师了。学宫没说什么？习惯了。什么叫习惯了？棋道、诗文、注经、书画、注游，这几门老师都输给我了。最近这几门课都是我在上。所以这些学生这么怕你？算起来，他们也得叫我先生了。读书能读成这样，姐，你也是没谁了。比不过你，千里迢迢去武帝城送死。老黄的剑匣在武帝城。世子来了。这又是谁啊？舟车劳顿你辛苦，我是你姐夫。并不是。现在不是，将来绝对是。你等一下。
世子第一次来上阴学宫，是没来过。有时间我陪你逛逛。上阴学宫流派繁多，有趣的地方有几个。很快要走，那可惜了，下次来提前说。哎，左边。别着急杀我，再了解了解。杀了之后再慢慢了解。世子见谅，再聊下去，姐夫就成死姐夫了。理解理解，贵姓啊？赵凯，有缘再见。又是个姓赵的。走吧。姐，这人有点意思啊。当我没说。紧赶慢赶，才赶上徐凤年到学宫。要说还是水路快啊。人呢？帮他解除出去了，身边没其他人。你不是要杀他吗？好机会。不能在学宫动手。不就是个书院？我要是在这儿杀人，不就把名声毁了吗？那你过去试探还有什么意义？这里最安全。也只有在这里，李成刚才可能不在他身边。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最好，听不到也不将就。您呢？见李成刚。进来。前辈，徐凤年不是让你们待在船上休息吗？丰都绿袍，还有传承飞的时间。谁教你说的？有人想见您一面。人呢？就在屋后街道。这事，徐凤年知道吗？哼。
李剑神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召开之幸。之前我想了又想，与剑神会面是不是该先聊些闲话，或是多客套几句？后来我觉得不用了，不如直接阐明本意，才算干脆。继续。我想杀徐凤年，想杀他的人很多，可是有您在，就没有人杀得了他。所以你来杀我，晚辈也不至于这么不自量力。自从知道是您陪徐凤年东行以来，晚辈读了不少前辈的往事。当年丰都绿袍是您亲手杀的，谁都知道。可我觉得您不想杀他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件事是您隐居多年的真正原因。哪个老家伙告诉你的？前辈，我不知道徐骁给您提了什么条件，让您护住徐凤年平安，但我想我也可以提条件，求您网开一面，给我一个机会杀徐凤年。您知道吗？丰都绿袍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门派传承、同族后人依旧在这人间。一个小门派，这些年过得风雨飘摇，这些是他留存于今的唯一传承。我想，您应该想知道这个门派在哪儿，还有些什么人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就杀光他们。前辈，这可不是威胁。无论您答不答应，都送给您。哎呦，这么辛辛苦苦查到的，就这么给我了？这是诚意。说起来，徐凤年与您非亲非故，徐骁能答应的，我能做到；徐骁做不到的，我愿意帮您做到。你准备什么时候杀徐凤年？武帝城，就看您愿意给这个机会吗？你就住这儿，姐啊，你不是诸般乐器样样精通吗？怎么也不能把琴挂墙上，自己写点字画也好啊。老黄的剑匣一直在武帝城头，什么时候去拿都一样。你现在船头一转，就能回北凉。等得久了，我怕老黄心慌。他已经死了。我会心慌。你回北凉，我替你去拿剑匣。姐，你拿不了的，要不是李剑神同行，我也拿不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天下两件事，最引人瞩目的是什么？一个就是李淳罡再临武帝城，所有人都猜他要与王仙芝再决高下，报当年断剑之仇。前辈和王仙芝没仇，断剑的事他没放心上。这一战会发生吗？有可能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或许是当时最强的两人一战。有传闻，邓太阿也在赶往武帝城。桃花剑神，王仙芝自称天下第二，从此人间便无第一。王仙芝、曹长青、邓太阿，这或许就是当时最强的三人。而如今李剑神重回陆地神仙之境，天下至强又多了一个选择。我肯定是支持李剑神的。邓太阿为什么赶往武帝城？
观战。武学至终极之境，有飞升传闻。知道，据说龙虎山上任掌门齐玄真，最后就是飞升天界。飞升一事真假难辨，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：如果李淳罡与王仙芝全力交手，或者能打开天门，出现飞升之机。所以邓太阿是想趁这个机会飞升天界，而那时候你偏偏也在武帝城。我挺喜欢人间的，没打算飞升。这三人若是混战，谁能保准你的性命？就算是李淳罡，到时候也未必顾得到你。这就像是战阵冲锋，而你就是途中蝼蚁，生死只在顷刻，性命全靠天意。就这样，你还是要去武帝城？我要去，道理我都懂。但是姐啊，就一个小问题，我不想成为徐骁那样的北凉王。姐，你放心，不管是王仙芝也好，邓太阿也好，只要李健身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早几年，我就直接把你绑回北凉。哎呀，哎，姐，你刚才说现在有2件事引天下瞩目，那另一件呢？当然是你家江泥和曹长青前往西蜀。天下都知道了。王都争斗，大乱将起。这大局终于到了这一步。你早有准备。不瞒你说，曹长青一行散布自家行踪，还是我求来的。徐凤年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把事情闹大了。夏，在见谁呀？为父，这不该问。下去吧。是。来，下去。是。见过张宰辅。啊，陛下方才是在见你。哎呀，陛下忧思国事，有些疲倦了。今日恐怕见不了张宰辅了。我的奏章，陛下看了吗？看了，看过了。那就该知道兹事体大，蜀地自古艰险。西楚余孽大多潜入蜀地，各具刀兵，虽说麻烦，却终是千劫之机。可如今，曹长青携西楚公主奔赴蜀地，就是要将这些人归于一处。据传，已有近10路叛贼与之接触。眼看就是大乱之局呀！宰辅说的对，
姐，给你洗头啊。从小就这招，头发沾水就不好打你了是吗？姐，你是故意让江泥和曹长青大张旗鼓造声势，造给朝廷看吗？就知道瞒不过姐。理由呢？你觉得朝堂会如何应对啊？要平息西蜀乱局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北凉军西下。蜀地再乱，也挡不住北凉铁骑。可是这法子，朝堂绝不会用。原因很简单，总不能让蜀地也飘起虚假战旗。真到了那一步，西蜀、北凉成犄角之势，天下莫能当之。宰父向来忌惮北凉，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所以，最保险的办法，就是调顾建堂离京西下。曾经的4大名将，如今除了徐骁之外，也就只剩下顾建堂了。顾建堂困守京城多年，若他西下，你家江泥撑不了多久。你觉得会是他吗？他若离京，便是龙归大海，虎入山林。咱们这位陛下，可没这胆气。非常局势，当行非常事。换个思路想，顾建堂若能领兵，最坐立不安的不是京城，而是北凉。顾将军告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说是着了凉。着凉？哎呀，天下用到第一人也能着凉。哼，这种时候还想着自保。陛下怎么说？送了药，让他好好养病。好，不用顾建堂也行。我那奏章里还有一人可用，若调此人，定能平定蜀地。更重要，以其人之才，或能动摇北凉格局。将军，陈将军足下，西蜀叛乱寇边，余觉朝廷将派遣入蜀平息战乱，足下可请缨出征，余将于朝堂之上力荐足下，成为本朝第2个异姓王。不再受北凉王牵制。
张巨鹿，亲笔。陈之豹，军威极盛，名望玉隆，实为北凉军中第2人。若加封官爵，令他率本部前往蜀地平乱，北凉军中或将分崩离析，自相为敌。陛下也夸赞宰辅之策，老臣很辣。既然如此，可尽快传召。无论北凉如何应对，军心都会生乱。只是陛下也有些顾虑啊。有什么顾虑？徐骁尚在，陈之豹未必敢接旨。未必，就未必这2字吗？终究，陈之豹是徐骁的义子，此种争斗，父子都有，何况义子？其中多少铁火枯骨，功名富裕就一壶。试问帝王将相继剖土，山上走卒，人间水浒，几尊江山如虎，珍珠石斛，血淋红润，素手难料伤骨，10万公路。大将军！大将军回来了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大将军回来了！刚回来，正好赶上凑个热闹。哎，你们这是哪一出啊？练兵。练兵？是，斥候营分队列入林，林中交战。林子里事先也准备了一些别的比拼手段，这就是一种。啊，那输赢怎么算啊？赢了吃肉。大将军归来，如今已在林内。要不要去迎接大将军？哎，别愣着，继续来。大将军，您先放手吧。你们这儿人少，我不插手，你们肯定输。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人多人少都是天定。这是陈之豹的练兵法子。是。啊。这小子人呢？人在高塔，统观全局。好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是。哼，站那么高干什么？北凉之地毕竟兴许，陛下的意思啊，是待徐骁死后再用宰辅之策，让陈之豹和徐凤年两虎相争。那现在呢？蜀地之乱总要有人领兵啊。有人提议啊，根据目前情势，未必动用大军，
蜀地一直很乱，今日之事只是因为那个西楚公主。若是西楚公主一死，那些人毕竟还是一盘散沙。刺杀？正是。找一人杀了西楚公主，然后再从中斡旋，消弭乱局。曹长青在，怎么杀呀？怎么杀？我也不知。谁人提？不是我。哼。寒雕寺呢？寒雕寺。无论朝堂怎么应对江泥的乱子，你呢？你是想从中得到什么？咱们这位陛下最担心的就是天下再多出一个北凉，所以应对江泥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。人心易变，相隔千里，你怎么就能认定朝堂的对策？你在京城有自己的眼线？不对，这办大事不能出错，对方绝不是小人物，不是眼线，是同谋。什么都瞒不住姐。能影响陛下定策的人就那么几个。再猜下去，可就猜出来了。你与人为谋，爹知道了吗？他不知道，你连爹也瞒着。总有一些事儿，想要自己亲手去做。所以去武帝城，也是你的谋划之一。不是，去武帝城就是为了老黄。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不问我想做什么了？前前后后串在一起，大概也就能猜到了吧。幸亏你是我姐呀。轩辕家的船，如今是我的了。船是你的没什么，别回头人也成你的了。姐，我对轩辕清风没想法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江泥信就行。我过去玩忽好色都是装的，假的，你知道的。世子，乔姐，其他人呢？仓里。我记得今日应该是青鸟值守啊。他跟我换了。你院里那几个丫鬟都跟我不对眼，这是躲着我吧？哪有的事儿？你这就别装傻了。二姐，这又是谁？二姐，我是你素未谋面的弟弟。路上捡的，说徐小是他爹。终于见到二姐了，我又有家人了。啊！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一路小心。二姐救命，我不会游泳。
菩萨，过来。二姐，救命！大哥，救命！我不上游！大哥，这是做什么？路上捡的，一雄一雌，雄的叫金刚，给黄妈儿了。这只是雌的，叫菩萨，送给你。要它有什么用？这学宫里满口仁义道德，一个人多无聊啊，有他陪着不冷清。我喜欢冷清。他喜欢你。好，我先回了，等你消息。临别抱一个。二姐，大哥，救我！船上没什么事吧？没有，就是李剑神下过船。现在呢？回来了。行，那就起航吧。水里的捞不捞？大哥，救命啊！大哥！为什么呢？我到底说错什么了？我大哥呢？我去看大哥。等一下啊，晾干了再说。还是说姐姐的最好。那你可看错人了，我坏着呢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？就在屋里说话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剑神的时候，徐凤年没有出来过，绝对没有。那就好。李书芳怎么说？他该是答应了。杀徐凤年的时候，他不出手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人嘛，活在世上。总有牵挂。一代剑神答应的事情总不至于食言，他不出手，杀徐凤年就有了机会。哪里动手？还是武帝城。等到李成刚和王仙芝交锋时，我们再出手杀徐凤年。李书刚既然答应不出手，怎么还要等交手时机？武帝城有12武奴。都曾是输给过王仙芝的顶尖高手，如今自愿留下来镇守武帝城。徐凤年上城头取剑匣，12武奴必定会出手。到那时，徐凤年身边的护卫无暇他顾，便是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徐凤年取剑匣一事，怕是假象。这位世子还真敢惹怒王仙芝吗？我觉得他会。一个纨绔，那是天下人看错他了。我觉得他跟我是一类人。哪一类？不甘命运，心有城府。走吧，去武帝城。前辈来了，稍等。轩辕家的信鸽，快到武帝城了，总要做些准备。前辈想看也无妨。这是什么？绿袍的族人成立了小门派，
有人想杀你，用这个换我不出手。您答应了？我没说话，他以为我答应了。还能这么做？毕竟我是江湖前辈，在江湖混久了，学的也就多了。江湖好险恶呀！绿袍前辈的族人和后辈，您不关心吗？我亏欠的是绿袍，仅此而已。他的族人又与我何干？那徐骁又给了您什么样的条件，让您答应送我去武帝城？当我无处可去的时候，徐骁造了听朝廷，让我能远离江湖，直面自我。这些年来，我把自己关在听朝廷下，寸步未离。又是徐骁替我为绿袍扫墓上香，就因为这，已经足够了。赵凯怕是想不到啊，您心中所求平静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刚才没听到赵凯的名字，你怎么知道是他？你知道是赵凯要杀你？福将红甲也是他的，这一路刺杀，都是这位赵凯。所以我跟赵凯见面的事你也一清二楚。进来。前辈。原来如此。青阳姐姐有鸽子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要不要烤了吃啊？哇，你要的鸽子。嗯，这是飞鸽传讯吧？你要不要打开看看呀？那可不好。既然是正事，还是放了吧。也不知道这是要飞去哪里。轩辕家的鸽子，你说能飞去哪？这江湖上的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走路小心点，别掉下船了。多谢青鸟姐姐关心。赵凯怎么收买你的？回前辈，他答应给我白帝抱不绝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确实想要，但我更想活着得到他。若我帮他害了世子，北凉铁骑会追我到天涯海角的。你怕徐骁？也怕质子。哎，我说你让我见赵凯，算是试探我？不是。这一路走来，是我欠您的，您不欠我的。所以，无论您之后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欣然接受。那我如果答应赵凯让他杀你呢？他要杀我，本就该我自己接着。还是那句话，您不欠我的。我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凭什么人人都帮我，人人都救我？还挺会说话的。肺腑之言。你先出去。把两袖青蛇各印一件开天门使来看看，让我瞧瞧你有多笨。在这儿。有我在，你还怕传漏了？快点。哎，出什么问题了？见招一塌糊涂。惭愧。不过其实倒是对了。这算是夸吗？到了武帝城之后，我打算跟王仙芝再打一架，报当年断剑之仇。也没什么仇，本来也没这个打算。
这不是机缘巧合重回剑仙之境吗？就想打一架庆祝庆祝。毕竟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。我赌你赢，输赢不重要，打得尽兴就好。倒是你，自己要小心点啊！我和王先之交手，必将全心投入，到时候顾不上你。你安心打架，我能护住自己。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帮我把两袖青蛇和一剑开天门传下去。别这么晦气！我这一身什么都没留下，就留下这剑术和剑意。本来以为找不到传人了，可偏偏老了，又遇到了你和江妮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。我这剑士传不传也不重要了。时光飞逝，等再过个10年100年的，我这破剑士谁会在乎？我来传剑。那我这一战就再无牵挂了。有信鸽归找，哪来的？是北凉世子那艘船。备船吧，咱们欠的人情该还了。是。借江入海，这一路行程终于到了终点。是啊，这就是武帝城。那上面是什么？这是数10年来无数江湖高手登城求战，无人能战胜王献之。这城墙之上，便是败者留下的兵刃。老黄的剑匣就在这儿。怎么了？连棋都不下了？暂时看不清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你看不清的棋局？张居禄给陈之豹送来一封信。是吗？信写的什么，并不重要。他是想让我对陈之豹心存猜忌。这个张宰辅啊，梳理国事算他是一把好手，但论起勾心斗角来，就这重了。这不是诡计，而是堂堂正正的落子。信不重要，你跟陈之豹的反应也不重要。他只需要北凉军中将校知道陈之豹收到这封信就足够了。只要我徐骁不死，北凉就乱不了。你回北凉以来，陈之豹就没有出过自家大营，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人
还在不在营帐之中？你看不清的棋局，不会指的是陈之豹吧？是你儿子，凤年，咋了？这是他东行后一路所行之事。轩辕家，龙虎山。我也是前后串起来看，方能猜出他想做什么。这臭小子，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连你我都能瞒住。哼，青出于蓝呐，这才是下一任的北凉之王。你娘死了，我不来了。大将军，三军将士已集结完毕，随时开拔。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请大将军下令！可是你还有爹，还有姐姐，还有弟弟，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谢家，算来，他应该到武帝城了。相隔千里，我们也只能等个结果了。下场后，大约行经一盏茶，便能进城。不走那边，那该怎么走？绕路，走西门。好。西门有什么特别？老黄就是从西边进的城。这城门无人把守吗？武帝城向来城门敞开，没有护城之军。王先知一人便胜一军之力。您看这画眼熟吗？这画这字都熟，这不是去龙虎山那个小和尚吗？也来武帝城了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他这么在城墙上乱涂乱画，武帝城的人也不擦了。王先知不在乎这些，这字儿。算了，不管他。咱们进城。世子，还是让凤子营跟着吧。凤子营进城，就真成了北凉宣战了。
老黄就是一个人进的场。那边就是登上武帝城墙的路。武帝城有12武奴，都是败给王先知之后，心悦诚服、心甘情愿地留下来替他守城。这些就是？对，按理说，这12武奴应该镇守5楼啊，要一层一层的打到楼顶，才能有资格挑战王建之。怎么都在这儿了？改规矩了？他们在看我。谁都知道你来拿剑匣。他们要拦我，你以为呢？还能怀你啊？要不咱们现在就上去，直接把剑匣抢回来。不急，先跟着老黄的脚步走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到底在看什么？老黄跟王先知决战之前，在这儿喝了最后一碗酒。借几文钱。怎么了，魏爷爷？让世子自己去吧。可别来晚了。不会，李淳罡与王先之动手，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。我们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桃花现神。邓太阿，
主将洪甲，见过前辈。前辈不进城吗？我若进城，里面2位无法尽兴出手。是。这位也来了，武帝城怕是要大乱。越乱越好，先找到徐凤年。这位公子要点什么？有酒吗？有，各地名酒都有。公子想要什么？老黄当时喝的什么？什么老黄？干干瘦瘦的老头，背着个匣子，曾经在你这儿喝过酒。这，喝完酒之后，登上武帝城楼，和王仙芝交手那位。献酒皇，一招见酒6千里，震惊天下那位是吧？那您可算是找对地方。当时那位前辈就坐在此处饮酒，之后这才生出那般豪气，与那王献之斗的是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啊！他喝的什么？我记得是黄酒。给我来一壶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公子2个碗，谢谢。放在这儿。公子您看，要点什么下酒菜？他当时做了什么？他说我家酒好。还有呢？之后这就没什么了。再想想。我想想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卤肉，还有还有1碟花生米。他还做了什么？之后就坐在此处，一直望向北方，还频频举杯，好像是在敬酒。我陪你喝。本来也就是普通的主仆，然后世子离开北凉，3年游历。这3年，他一直陪在世子身边。你全吃了，好撑啊！少爷，你去哪儿啊？少爷，这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慢点吃，都是你的。少爷，这场特别难吃，看。老王。世子那时不知道老黄有绝世剑术，在世子的心里，剑九皇这个名字不重要，一直陪着他的
是马夫老王，他是世子的同伴、友人，他最后也成了彼此的亲人。我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考地瓜，你考考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，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门牙都坏了，还这么爱吃花生，酒量也不好，2两黄酒，让你喝了这么久。李前辈，怎么？劳烦前辈进去陪他说说话吧。怎么是我啊？这时候能叫醒他的，恐怕只有前辈您了。少喝点儿，每次喝醉了，还得我来收拾。老黄走了。我知道他走了，前辈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想隔着时光陪他走一程。想拿回剑匣？想啊。你自己告诉他。告诉谁？这里是武帝城，还能告诉谁？见王先知，不是说要打上5楼之巅才能见他吗？这是他的规矩，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这是他的规矩，就不是我的。你该怎么让他知道你来了？王先知，敢问何为9天之月下垂？何为4海之水接力？徐凤年，终于找到了。现在多少？再等等，等李成刚出剑。这就是你想对王先知说的话？9天之云，4海之水。徐凤年，你为什么要来武帝城？你如果怕了，就闭上嘴，逃出城，逃回北凉去。我不怕。别对我说。王先知，相爷我不在乎你的规矩。今日我来，就一定要取回剑匣。你要敢拦，相爷我早晚把你揍成地瓜。地瓜？是说揍成地瓜吗？
应该是。骂得好，有胆识，过瘾。你说什么？之前和老婆3年游历，吃的最多的就是田里顺来的地瓜。刚才边喊边想着这事儿，结果就给喊出来了。好多年没有听见武帝城有人这么说话了，这才是北凉之主的气魄。就怕王先知忍不了了。准备动手吧。我要告谁愿一战？天下第2王先知。王先知。还能是谁？我先给你打个招呼。前辈请讲。就算王先知不在，12武奴也还在镇守城池，要登谶楼不太容易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能退吗？说得对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不能退了。借剑一用。好一个鲁成刚！这么多把，应该能赢吧？到我这境地，飞来1把剑和无数把剑，其实都没了区别。那为何借这么多？这不显得霸气吗？去拿你该拿的。